讲到新闻界最高荣誉，即普利兹新闻奖拜公布得奖的名单，纽约时报、路透社、甲美联社拢摕到这项大奖。有关加沙冲突甲移民的报道，上届受到注目。表扬新闻甲文学音乐成就的美国普利兹奖，初六公布2024年获奖名单。新闻奖15个类别中，8项是有关移民甲以下冲突的报道拢得奖。像《纽约时报》就以真看的报道，去年10月哈马斯发动攻击以来，以色列伫加沙的军事行动，得到国际报道奖。佮以亚出美国移民动工的系列报道，摕到调查报道奖。路透社甲美联社是分别翕到以下冲突巴勒斯坦妇女破地女的遗体，甲自哥伦比亚前往美国的大量移民，得到独发新闻摄影奖甲特哥摄影奖。另外几啊摆得到公共服务奖的美国非营利调查新闻网站 ProPublica， 是因为亚洲美国这一个法院正常内幕搁一摆得奖。这个网站创立17年来，秉持为了公众利益的理念，继续进行调查报道。不过，普利兹奖委员会也公告，全球记者伫为公众利益的同时，处境也愈来愈困难。Journalists are locked out in order to thwart their independent reporting. At home and abroad, journalists face intimidation and violence by those who believe in repression over free expression. 普利兹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为纪念美国新闻人普利兹来设立的，继续鼓励新闻从业者写更较优质的报道。公司新闻纽眼编译。